自行为的，就是破西有用，不是，不是，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我做伫遮甲恁讲，细年的先处时代，内定将你指引福建，不由出于先处祸害，自成用的福可求，福可求，毋是你自作地福，有法度救你的自身，所以你爱自性有事，爱心性有感恩，你才能够成就的佛。那么呢，伫这所在，咱头拄讲过，那安尼两边破西有用，不是，只是你要。爱体会双修，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呢嘛，甲恁指讲这个土地伊的侧模嘛，就是伫这所在，因为它主轴，它不是自信所流露出来的，因为它主轴在功德，伊个主将福德甲到做功德，安尼就差愈济，所以咱讲是功德，那观音菩萨呢，慈悲讲讲，无量功德心。无上破西第一讲，积德福德总是空，量力尽心不变用，一切无着甲原用，所以讲呢，咱无相的布施，也就是讲，毋是讲破西啦，就是讲咱伫道场所做的一切，无论你所做的，多偌济，咱拢爱念。拜好拢爱无人知影啥，人别人讲的咱无法度，咱家己真的不要讲，才是真正的功德。毋通讲我一做，就去互知影，惊人毋知，伊直咧品，一直咧品，一直咧品家己，做偌济，做偌济，拄偌济，真的安尼咧，主导不得走顺风，因为你的德性流露不出来。我讲安尼讲听，我若做一直品我会结流落来出来。人会讲我如只不过是这样，做的是种有为而为，爱护而乐尔。安尼你敢有理解流露？那这样就没有对咯。所以讲呢，咱一定要去了解，这是或许呢，教咱各位先贤。大家真的严谨以佛法的在所发浅难免也不大的所在希望咱各位先贤大德的体验，一定或许在学习中有甲咱超过遮济时间，希望咱多多的体验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上。下方请起。感谢黄典传师慈悲前道必鞠躬，坤道必鞠躬，一般向无极老五行3公里前道必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黄典传师慈悲鞠躬，坤道必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黄典传师慈悲鞠躬。持架向无极老五行3公里前道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一鞠躬，持架后前人一鞠躬，上架红点传师鞠躬，坤道必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一鞠躬，持架后前人一鞠躬，上架红点传师鞠躬。各位先生，大家好。